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12日AM新闻，我是嘉豪。受到这低压带影响，高雄今透早是落大雨，沿海的面道甲主管到下晡4点半为止，这24点钟内累积雨量已经超过200毫米啊！这大雨除了予一寡所在早起就伫咧饮水，连球场也有车头也拢会漏水。若讲到高雄的水情是转做青灯，今开始限水的管制是全面解除，公立游泳池也恢复开放啊！那高雄伫咧落大雨，连台南也发布这大雨特报。这阵大雨有袂少是落入去闸门水库内面。机关的表定，雨水敢若瀑布共款一直下来。高雄12透早开始，各地区开始落大雨，有民众早起到洪山的洪溪羽球馆拍球，无想到讲煞看到球馆的表面变成瀑布，涂骹也引水。太阳能的这个导水沟哦，就是有阻塞。那因为这个急降雨，所以它宣泄不及。那我们就是在这个把一些落叶的这些阻塞物排除之后，它积水的现象都已经有改善。若是羽球馆漏水，代替黄沙车站早起停车场的天棚也伫咧滴水，涂骹踩真侪塑胶桶伫咧渗水。一早起大雨一直落袂停，高雄市政府伫咧早起7点开设紧急应变中心防汛。在下午的话，这个雨势就会转往山区，所以要提醒所有的市民朋友特别注意。市区的爱河早起因为落大雨，水位一直涨，离北华顶只敢若剩1公尺。到下昼4点半，凤山、林武顶16个区24点钟区内累积的雨量已经超过100毫米，面头南马溪是超过200毫米，高屏地区会继续落大雨。南部的外海其实是对流发展云系相当的旺盛，而且不断的影响到我们高雄跟屏东一带，因此我们针对了高雄、屏东地区发布了豪雨特报。除了高屏、台南也发大雨特报，这边落雨和台南的闸门、乌山头甲南华三水库拢有入效，对水情小可有消透。根据气象预报，所来还有梅雨方面会带来雨量，南水局讲会密切注意落雨对水库所带来效益。记者综合报道。宜兰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主要的连外道路基转一线，今早起7点20分的时阵，伫1.5公里处发生崩山，地势双向是拢无度通车。这山顶呢有170个游客甲58个工作人员拢掉伫咧内面。这太平山12、13这2天是拢休困，按算到13中昼进前呢，会当予这游客落山。大细石头一直连落来，树火也对咧落落来，阻断车路，互人看到心惊惊。这是太平山园区主要对外联络道路移转一线。12早起7点20分，石头连落了后，路也断去。游乐区里面的游客都是现在就是引导回山庄做安置，现在目前还在继续抢，明天会继续抢，在安全比较无虞的状况下才会开放通行。怪手赶紧抢修，为空中画面看，放的范围是真大。太平山园区粗估差不多是50公尺。原本按算下晡4点抢通，不过因为山区雨势落袂煞，而且放起所在石头也一直连落来，为维护游客安全，决定予受困山顶的170个游客甲58个员工伫山顶过暝，213中昼抢通了后，沿落山。有震惊，因为想说搭完蹦蹦车，然后就先下山了。受困的游客有的人也搁去进门泉，表示旅游行程暂时无受路断去的影响。宜兰最近一直落大水雨，山顶是落袂煞，土石松软，被认为可能是路崩去的主要原因。警方伫桃园桥头开始指挥交通，爱准备去山顶的民众挖头。太平山园区12、13 2天拢暂时休困，进入维护季节，山顶的土石松软，民众尽量莫去山区，保障自身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针对着新北市邦桥某一间幼稚园发生甲这囡仔饲药的案件，新北市政府今仔日是第4届召开记者会，说明司法案件进度。市长侯友宜是头一届亲身出席，讲会守护囡仔健康，互家长安心。另外，市政府也开放有意愿进行囡仔头毛检测登记，到12中昼为止呢，已经有32个人表达意愿。检方表示讲，目前有22个人提告，已经送检12份囡仔的头毛，其他的部分有联络家长，到时会当带囡仔去到地检署采样。
新北市幼儿园饲养案件风波继续滚假，新北市政府饲养案进度说明会第4天，市长侯友宜亲自出来说明。外面不管风风雨雨如何，我们一定要让第三方公正的司法单位第一个时间就启动了调查，能够还原事实是什么。但现阶段让孩子们安心以及健康的守护，新北市政府会全力以赴。侯友宜指出，医疗部分除了专职病院要立即通知，也将对囡仔受教权甲家长沟通。法律方面，法制局拢甲家长对接，市府也开放有意愿无核检测的家长登记。到12中头为止，已经有32人表达意愿，其他也在考虑当中。这个询问我们的家长有意愿想要这个检验毛发的这个部分哈，我们就会把这个名单交给这个检察官。头发的检验事实上也有助于这个确认哦，因为头发我们会用非常精细的仪器来做这个检验。另外这个方法因为比较复杂哦，那比较难做，所以它需要这个时间去开发，另外也需要反复的验证它的这个检验是正确的。反正要简化无化检验方法，上近3个月、上班6个月内应该能完成。新北地检署表示，已经22位家长提告，已经采集送验12份无化检体，未采集的部分已经联络家长，带囡仔到新北地检来采集。如果这些孩子是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自己的孙子，那我们会有多难过？我们应该要将心比心，侯市长加油！一定要好好照顾小孩子。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表示，囡仔健康上重要，强调请侯友宜或者是新北市政府赶紧成立医疗团队。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个幼稚园的囡仔防饲巴比妥这款禁药，市政府进前讲，这感冒药内面拢有这款的成分，却想袂到引起医生界反弹。基层医疗协会今日发出声明强调，若准无样型这款神经症状，是无可能开这种药啊，互囡仔来食的。卫福部张世水员也特别强调，这巴比妥是第3级的管制药品，是安怎会当摕到，才有可能是用违法的方式。像感冒药一些胃肠药的部分，那另外像止痛药或是这个镇定类的药物里面会有这样的一个成分。就是这话引起医界强烈不满。新北市一间幼儿园有8个囡仔血液验出微量管制药品巴比妥反应。新北市负责医记者会指出，胃感冒止痛药也有巴比妥类成分。基层医疗协会12日发出声明强调，伫药品来源还未调查清楚进前，不应该暗示药品是来自医疗院所。医师在没有病人有癫痫症状的时候，绝对不会随便开立这种苯巴比妥盐的这种安眠镇静剂给病人服用。医师表示，巴比妥酸碱类药品是一种中枢神经压制剂，早期用来治疗焦虑、失眠、忧郁等。因为外观积水被滥用者俗称红中情患，因为副作用强，即马拢改用其他新药品来取代。医师提醒，这种药品若食过头，可能会造成爱困、意识不清楚，甚至死亡。目前被列为第3级管制药品。本来就是都已经在管了，所以现在的那个问题是，他到底从哪边买到的？是这个问题，应该是很可能是来自非法的途径。医界声明指出，幼儿园药品来源可能是合法、健保规定处定的其他人，或者是违法自费卖药局、医疗院所，甚至可能是违法的网络买。呼吁检调赶紧调查清楚，才袂造成社会影响。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性骚扰案件一直爆出来，这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将派军去予朱学恒强迫针2解。今仔日伊出面表示讲，毋若心肝内受创伤，而且搁再强调有其他受害者，只是情形无共款。朱学恒今仔去到台北地检署告发家己，而且向大众回失礼。另外，无党籍的婚姻关系官林凤营今日伫面册顶头讲，伊捌互人性骚扰。落尾朱凯翔也伫面册顶头回失礼，不过伊是强调讲，家己已经袂记要讲啥物啊。10个月听起来很久，但是对心理受伤的我来说很短哦。我到现在还是会被突然靠近我的人吓到，然后也会还是在晚上会做噩梦。
讲到伤心台，也是会讲到后殿。台北市议员蒋派军七8伫面册公布，捌互朱学恒强揽国针。12下晡头一届出面，嘛公布朱学恒2022年8月19尾仔伫律师事务所认错的录音段。我其实都想要跟你们道歉，但没关系，我知道你们要的东西，我先写给你们，你不一定满意，再跟我说。我非常明确，同时负责任的告诉各位。有其他的受害者，而且情节轻重不一。有人遇到的状况跟我完全一样，有人遇到的是言语跟肢体上的骚扰。蒋派军表示，若做检调机关认有必要，会伫确保告诉的情况下，向司法机关说明。若是朱学恒是伫面册打刑事告发状，表示已经有去北检告家己，愿意承担所有的后果甲法律责任。不过蒋派军认为，这只是证明伊敢若无伫悔改。如果他真心悔改的话，他早就已经去自首，他早就已经用更具体的方法跟我表达歉意，而不是浪费资源来演这一出司法大戏。无党籍婚姻管议员陈凤莹早起嘛伫面册控诉，去年初互一个名人言语性骚扰，看到蒋派军出面公开陈学恒的性骚扰案，伊思考3天才决定讲出来。查甫人无品啦吼，讲遐唔好咩，查甫人讲无意思。进前，这个名人朱凯翔也伫面册专页公开向陈凤莹回释咧，佮讲时间过真久啊，已经袂记得是毋是有讲过这句话。陈凤莹若是要提出司法还是行政申诉，伊会全力配合。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要提出性平三法的修法草案，民进党立委今日召开公听会，检视现有性骚扰申诉机制空棚。立法院调野党团协商下晡达成决议，7月会召开第2届临时会，处理这性平三法等相关的修法。7月底进前呢，会完成相关的立法程序。MeToo 运动广告全台受害者拢徛出来发声。前高雄市长陈局办公室主任洪志坤第一摆互女性指控性骚扰，11暗时个发文回释咧，表示会带忏悔反省之心，一直到生命结束。诚恳面对自己的错误，诚恳地向当事人道歉。那我也请大家所有被指控的加害人那不要再说没有意图。行政院要提出性平三法修法草案，民进党立委范云12先开公听会，随主管机关甲专家检视即马性骚扰申诉机制的漏洞。罚再重，想做的还会做。重点不在罚，我调查那么多个案，每一个被害者跟我讲说，他不是要被害者行为人被罚，他要的是行为人不要再犯。骚扰的特殊类型性骚扰，都要一并的在中央层级的反歧视做一些琢磨，而且最重要的，还要对国会负责。立法院调野党团协商12下晡达成决议，7月要开第2摆临时会，性平三法等相关修法纳入审查。临时会不开。下会期又退烧了，过期不细审，又摆在仓库里面了。不会说这下礼拜不处理，这题目会退烧了，还无退休的问题了，这法不会不处理。协商结论要求行政院、各党团甲立委伫7月14进前提出性骚扰防治相关修正案。临时会期间也邀请行政院长陈建仁到立法院专案报告佮备询，7月底完成立法程序。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今日去到空军防空飞弹793旅甲国防大学理工学院，勉励国防科技研发人才发挥家己的才调来守护国家。特别最近这中国军机搁再经过着强固海峡甲巴士海峡，而且进前呢，总统和飞行员通电话时阵，说互中国的军机插报，就有专家认为讲，这真有可能是总统的行程已经泄露出去啊。最近大声化战力强，总统蔡英文12下晡前往国防大学理工学院勉励新生代官兵。那么这几年来，我们在国建国造、国际国造都有具体的成果，这也要归功于理工学院长期以来培育国防科研人才，提升守护国家的力量。特别看学生制造的环保节能车要培养咱国防战力，因为强军持续对待强悍，找到蔡总统到空军南部作战管制中心，甲飞行员进行战备通话，发生互强军赶走公布的插客意外。是总统。
相关影片叫中国网友一直传，不过空军回应，总统是用舰备专线电话通联，共军是用国际紧急开放频率广播，两个通话系统无共。不过，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质疑，共军干扰的时间点正拄好，国军的情报掌握甲反情搜恐惊出现警讯。总统的行程已经被中共充分掌握，他的企图、他的目的，那这样子的话，那我们的情报、我们的反情报作为、我们的保密作为到哪里去了？我们知道一语外泄，全军覆没。这个月7日，公布37架次的强机穿过巴士海峡到咱东部海峡。调查比对日本的情报资料，原来有17架次的强机穿过宫古海峡到太平洋，形成防控台湾包抄战术，显示强军侵台野心愈来愈明显。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际新闻，在美国东花车上盖这95号公路，这滨州费城高架路段，昨透早呢，这桥卡有一台东瓜车烧起来，过无偌久，往北的这个路段就一则路随绑起，赶紧把这个路封起来。按算讲，就要开几个月时间，才会当修理好势。对美国东北地区交通是影响真大，加在这场意外是无人着伤。对经过车所翕到的画面，会当看到公路下骹导火直咧烧，乌烟冲到天顶去哩。美国东华商务营的95号州际公路滨州费城高架路段，11透早有一台油罐车伫咧桥骹导火。Today at 6:22, we received a call for an accident response. That's an engine ladder battalion chief and medic unit to the off ramp of Cottman Avenue here. Companies arrived on location and they found we had heavy fire from a vehicle. 无像你讲，尾下上北的路段有其中一节，和大火一直烧，路面发生崩乱意外。当局担心大火影响路南车道结构的完整，所以双向北的车道全部拢封起来，火伫点外钟了被控制。不过95号州际公路全线总共连接15个州，也阁经过人真多东北地区，恐惊对当地交通造成正大影响。We're also looking at interim solutions to connect both sides of I-95 to get traffic through the area. With regards to the complete rebuild of I-95 roadway, we expect that to take some number of months. 好在在这件意外并无传出人员伤亡，不过代志惊动北京。美国总统拜登已经听取相关简报，并且指示联邦政府提供援助。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在埃及红海有一笪正出名的畅水地点，这礼拜发生火烧船的意外，一台游艇要转来时阵发汹涌大火，这火势真猛，真侪游客是赶紧跳海逃生。另外，在澳洲有一台巴士载规定人是喜酒食煞要离开，所发生冰车意外，上报有10个人死亡，25个人受伤。白色的游艇导火瞬间，救生船想要挖滚开救，游客是看过人间跳下海，看起来真危险。埃及红海圣教名的畅水风景区马尔萨夏格拉附近的海峡，礼拜3日发生一件火烧船的意外。一个叫做“古风”的游艇回航时阵，突然间导火，因为风正透，规个船尾拢导火。الرئيس والطاقم المعاه البحريه صراحه ما قصروا، يعني في جروح خفيفه عطوهم باندج اللي اعطيناهم ماي والكلام ده كله وبعدين خلاص ودوهم المرسى. 附近的船发现古风号导火，拢赶来解救。船顶的乘客拢是英国游客，已经有12人被救，也过有3个人失踪。古风号已经结束6天的行程，才要回航。无想到讲，伫假期最后所发生意外，当地政府讲导火原因甲机舱的电力系统故障有关系。另外，伫澳洲是喜事变丧事。一台载着53位参加婚礼人客巴士，礼拜下经过一条环形双车路口时阵，突然间冰车，造成重大伤亡。At this stage, there are 10 people confirmed deceased, and a further 25 people have been transported to hospital, and at this stage they have varying injuries. 因为也有一个人被电伫咧巴士下骹，死伤恐惊会再增加。澳洲警方已经逮捕58岁男性驾驶，初步调查出代志迄当阵天气是大暴雨，不过巴士无甲其他车相撞。媒体是报道驾驶敢若是超速。出代志的地点是当地真有名的葡萄酒的产地，有真侪新人经伫咧遮结婚。主人本来是为了要避免人客啉酒开车，所以包巴士送人客登记，无想到讲所发生意外。公司新闻齐万玲编辑。
伫乌克兰南部的新卡科夫卡水坝顶礼拜规个放弃，这大水甲真侪砖头拢淹掉。专家也烦恼讲，这造成生态危机。这水坝若准无赶紧修理好势，农业用水到时会欠，而且引起粮食危机。那安尼生，这有毒的物质也有可能影响到这咱人伫咧啉的水，这影响可能是骨肉大人。鱼仔尸体铺满规个水面，鸟仔失去因的受，勉强休伫因歹去的厝顶，水面笼罩油污，慢慢啊流入大海。乌克兰新卡科夫卡的水坝顶礼拜风崩歹去，有180亿立方公尺的水量汹汹流入去城镇甲动物的生态地，规个淹甲看无尾，大部分的厝村厝顶铺伫水面，恐惊影响几落大人。Про довгострокові наслідки, їх вирішення цих наслідків і результати, що буде, це вже будуть наші, можливо, навіть мої діти чи внуки. 因为农田甲灌溉系统全部拢淹去，当地居民恐惊要面临粮食危机，水资源染到农业毒素，毋但咱人的饮用水受到影响，估计有150吨的机油流入乌海，污染海洋的生态。水库水尾有50位保育区，其中一个国家公园内的动物应该是拢淹死啊！乌克兰当局有派专人检验透明沟内底的毒素，烦恼热天领到会加速污染。 Наприклад, якщо це місце гніздування колонії якогось із видів птахів, то цілком можливо, що вони за років 7-10 відновлять свої колонії, коли спаде вода. Якщо говорити про екосистеми, які зруйновані, ті ж, наприклад, 新卡科夫卡水坝是苏联时期起的，俄乌持续对战，甲水坝崩掉，这个风声传真久啊，无人预测会真正变真的。专家是讲，两做两国冲突一直无停，会影响水库修建的进度。本来农田恐惊会变做无法度耕作的土地，污染的水源也会影响附近的国家。公司新闻牛眼编译。 哥伦比亚伫顶个月发生4架无人机摔落去的意外，这无人机摔伫咧 Amazon 丛林内面，无人机顶头3个大人不幸过往，不过有4个囡仔经过40天了后，还佫活伫咧野外，找到互人找到。这4个囡仔安怎伫咧上班危机丛林当中活甲好势好势，咱做回来了解。 哥伦比亚5月初发生一件轻型无人机落落亚马逊雨林的意外事故，机顶3个大人不幸死亡，4个囡仔伫丛林当中生存40天。这个月初9才互救援人员找到，参加救援的维托托原住民，伫找到囡仔第一时间，用点豆薰草的传统仪式表达兴奋。 Comen arroz con leche, querían comer pan, solamente la mente era comer, comer. 个人我表示，这囡仔被找到时阵真喜悦，其中一个查甫囡仔已经行袂叮当，全部拢徛伫一块风水布顶悬休困。4个囡仔分别是13岁、9岁、4岁甲1岁。可人救起了后透露，家长捌教过因如何伫雨林求生，比如用靠水果、食物的紧，或者是种子来生活。 La que dirigió todo estos 40 días fue la mayor. Fue muy inteligente porque nosotros cuando revisamos el maletín, ¿qué es lo que llevaba? Claro, ella cogió el toldillito, cogió la toallita, el pedazo del camping, se echó una linterna con batería de un par, pero ya estaba desgastada. Los 2 celulares, creo que ellos se distraían a veces de noche. Una cajita musical y la frasquita de gaseosa. 囡仔爸爸表示，查某囝讲，对其意外发生了后，妈妈支持4天才动伤不治，过身进前爱离开现场，想办法活落去。亚马逊雨林充满危机，条条美酒吧、毒蛇甚至毒品走私集团出现。哥伦比亚全国原住民组织将囡仔因幸运得救，归功因了解人甲自然共存的知识，讲是奇迹，也是平常时教育的结果。公司新闻张如平编译。 卫福部今公布，去年国内民众10大死因，这癌症已经是连续41年拢排在头名，其中肺癌连续19年拢排在咧癌症的头名。另外，疫情当体严重的时阵，真侪人感染到武汉肺炎来死亡，所以去年这武汉肺炎排在咧死亡原因的第3名。 受新冠疫情甲人口老化影响，台湾去年111年死亡人数总共208000多人，比前一年增加2万多人。卫福部公布上升个人死因分析，癌症依然是10大死因之首，已经连续41年是第1名。
去年有51000多人因为癌症死亡，第2是心脏疾病，新冠肺炎是排名第3，总共就走74000多条性命。年岁分布是65岁以上较侪，占8成6，死亡年岁中位数是82岁。COVID-19 确实在感染的这个期间，防疫的期间，对于这个高龄者的冲击是最大的，特别是没有完整接种满3剂的这个个案是我们最主要的这个来源。另外，111年癌症死亡人数是51000多人，也比前一年提悬。其中肺癌已经连续19年是10大癌症杀手。第2是肝癌、结肠、直肠甲尻川口癌，女性鳞癌甲裂泡腺癌等，死因顺序甲前一年同款。特别注意的是，癌症死亡时钟平均每10分7秒就一人得到癌症，比前一年快转3秒。4个癌症的筛检人数，筛检率相较于最稳定的108年。我们的这个筛检率大概下降了14%哦，那大概有72万人中断了筛检这个动作。另外，伫自杀部分，每一个年岁自杀率拢比前一年增加，尤其是15到24岁、甲65岁以上自杀率，登到疫情进前的水准。所以，爱关注少年族群甲年岁较大自杀问题。卫福部分析，可能甲网络使用、亲人相处这问题，也佮有精神疾病等有关系。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肺癌真歹伫咧早期发现，初期患者就算有手术，也是有三成的几率会搁再夹起来。中山医学大学的团队开发早期肺癌高复发预测套组，预测复发的几率。准备率大概有85%，只要提这肺癌患者一点点的血，就会当知影讲未来5年搁再夹起来几率。肺癌的整个存活率是低的，而且它最重要的是它容易有抗药性，很容易复发，2个特点吼。全球5%癌症的死亡人数拢是因为肺癌，而且就算经过手术治疗，也是有3成的机会会反复。肺癌组织里面呢，有一群早期病人的蛋白质谱的表现很像晚期肺癌组织。蛋白相对于基因来讲，它更贴切于细胞的这个功能。组织上面的检测方法转换成把它开发成血液的检测方法。研究团队把重点放在类卵期2倍研发，针对14000个蛋白质做分析，也有127个血浆蛋白质做分析评估，为200个患者血样本内底找出4种血浆蛋白组合。对早期肺癌手术了后的患者会犯苦的问题，有85%的敏感度。最常见在台湾当然是肺腺癌，占的比例最高嘛，大概70%左右，会以肺腺癌会来做这个检测的几率应该是最高。希望我们到时候它打开的时候，我们已经把这个临床试验、前瞻性的临床试验已经做完了，而且有初步的验证效果的部分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可能就会比其他的对手更容易拿到我们要的东西，大概至少要2年以后了。团队目前已经甲国内业者研发出4种蛋白单株抗体，也若相关的研究按算下半年会做台湾甲美国专利的申请。未来这项肺癌环科预测的试剂有机会加做新的检测方式。肺癌的患者只要提供1cc 的血，就会当知影未来5年内环科的比率，而且病情会当有更较好的控制。记者综合报道。台铁公司明年1月要开始营运，不过台铁进前提出的劳工董事名单，却获台铁产业工会批评，讲其中2个人有重大违失，其中1个佫互法院判决甲人性骚扰，工会要求要换人。交通部表示，讲这台铁劳工董事是由企业工指派的。交通部长王国材也讲，这款的情形伊也当咧了解。电力代表台铁企业工会受访的企业工会秘书吴中志，也是企业工会核心干部的林友铁，是台铁进前提名的劳工董事人选，和台铁产业工会点名2个人较早有重大违失，互人处分，无适合担任台铁的劳工董事。无偿制秘书，他在民国96年的时候就已经因强制猥亵被判刑确定了。那另外一位是他们的这个秘书里面的这个研究组的林哲佑，那他也是因为这个涉嫌图利
所以被这个台铁记了一直大过。台铁产业工会指出，进前劳工党署名单公布了后，员工内部争议外，认为台铁企业工会无经过民主选举推派劳工党署，各找有维持纪录加真可的人，哪有可能为员工争取权益？产业工会呼吁应该爱听话人选，排除有重大维持纪录的人来担任劳工党署。另外，劳工党署应该爱用资源登记，由全体员工直选产生。劳工董事有一定的程序啦，因为我们现在是筹备期间啦。在我谈判过程当中，只有我们比较懂得了解啦。等正式挂牌的时候，绝对不是我们。互人点名的当事人吴中志回应，现阶段互人提名是因为比较较熟甲资方沟通，未来未担任劳工党事。对于劳工党事争议，交通部回应，台铁公司的董事会拢总有15个董事，其中3个劳工董事由工会指派。部长王国才已经伫了解。记者综合报道。桃航空城区段征收的面积有3148公顷，是全台湾上界大的都市计划开发案。居民伫律师团也靠民间团体协助之下，开始针对土地征收甲土地改良物征收提出救济。其中机场园区的土地征收撤销诉讼，经过不到2年的审理，这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今来判居民胜诉。保障居住权，保障居住权，废除区段征收，废除区段征收。也评议法考核竞争胜利，经过将近2年的审理，桃园航空城机场园区土地征收撤销诉讼案，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判决居民胜诉。当时总统要你们回答，你们没有一个人敢回答。现在既然判决了，你们不要再有动作了，赶快把这个航空城案定下来，好好的来建设。虽然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法院就本件这个有关区段征收的违法性的一个相关的判决理由，但是我们相信这个判决其实也给予所有未来要在办理所有的征收案件的机关一个很重要的警示，就是所有的征收都必须符合公益性、必要性跟比例原则。桃园航空城是全台上大的区段征收案，因为去第3跑道，内政部拟定4000多公顷的都市计划，交通部甲桃园市府合并征收3700多公顷，第一期征收就有2599公顷。计划一开始就引起社会强烈反弹，反征收居民委托律师团提起司法救济，主张航空城都市计划缺少正当性甲必要性，即马判决出来，自救会也感谢法院，应予逼迁居民一个公道。呼吁民航局赶快坐下来，然后跟我们的居民讨论。那也呼吁内政部不要再上诉。在航空城计划多年的审议期间，其实都曾经被划出这个征收范围之外。那或者是他们的邻近的土地呢，就是几乎相同的区位，却不需要被征收。那也显示了，就是这些居民的土地，它其实并不妨碍航空城的这个整体建设计划。我要再了解一下，因为我还没接到，来确认一下。人权团体认为，区段征收制度会受批评，不只是因为影响的户数甲面积真大，配地制度也有利大地主甲财团、小产权甲无产权的人，较会比扫地出门。希望未来内政部严实地检讨重视这个结构性问题，关键修正即卖土地征收制度。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推动经过3任台中市长的台湾智慧营运塔，这个市政府打算要用 BOT 的方式吸引民间厂商投入，甚至伊无排除要放任法规，让业者伫咧公园用地顶头起百货公司。不过，这消息一出来，引起外界批评这市政府根本就是歹鬼带头。为了内面策划发甲规个，伫咧台中自然经贸园区中央公园内面的台湾智慧营运塔基地，最近有动静。台中市政府即马规划要用 BOT 方式吸引民间的厂商进入，也无排除去百货公司或者是购物中心。因若紧闭律家用一律的限制，是用调整都市计划来放任，会让厂商有最大的弹性去规划他所提的案子啦。所以各种的可能性我们都不排除。土管的规定当然要透过都市计划的调整才能够做改变啊，所以这部分的程序上，我们还要再做一些比较细部的研究。台湾智慧营运塔命运坎坷，经历过吴志强、林佳良、罗秀燕3任市长，名也自台湾塔改做台中智慧营运中心，搁再改做台湾智慧营运塔。16年来拢是伫咧纸上作业的阶段。民代批评讲，这个基地是伫咧公139公园用地，若和法规改图去百货公司有公平性疑虑。
公园要盖百货公司，这样子好吗？这个台中市政府一定要慎思，否则会让外界觉得说，市政府自己要的用地就自己瞧，那会让大家觉得说，好像只许州官放火。学者认为，当年围设水南经贸园区，主要目的是加探生态产业链发展功能。共139用地规划将做生态公园，若变动可能甲民间争议，也会牵动园区的产业机能，影响附近的交通。所以你不能为了这个台湾塔这块基地做不出去，所以在那边想东想西，在帮他解套，就忘了说这一个区位其实是不适合做这个事情的。所以我是觉得，在回应这件事情的人，真的是在舍本逐末。前了几多年的台湾智慧营运塔，外界声音真多。台中市经发局强调 ，BOT 案件也有可能会采取一地兴建，目前正伫咧上轨评估，要赶紧来推动。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新竹竹北这工地路面崩塌事件，经过个月过，社区唔若赶布条抗议，附近5个社区居民做伙跳出来，要求县政府伫咧这个代志还未查清楚进前呢，就是建案是袂当复工的。要若调查工作继续伫咧进行，今仔日早起台大还有中华大学的专家学者也来到现场调查。竹北市建案工地附近路边崩塌，原因要咧调查。住在附近社区，总共70外个民众以及民意代表，做伙开记者会，要求县政府针对崩塌事件，必须对外讲清楚。第一点，我要求姚文科县长务必要承诺并保证社区的生命财产与安全。第二点，我要求姚文科县长对于风雨造成邻近社区的民损，必须完全赔偿并修复。12日早起，县府邀请台大、中华大学等等的专家学者来到建案工地地下室，针对建商所提出的抢修计划进行检查，也针对灾害发生的原因互相讨论、交换意见。那目前工地的情况是照着先前抢险计划的内容的工项在施作。那我们同时也在想进一步的了解在之前在停工半年的期间。基地周围所打的 CCP 桩的一些检测的一些成效，我们想看一下。那另外我们也收集了刚刚拿到的这个当时的钻探报告的相关资料，还有一些设计的图说，想了解一下相关的设计的可能的一些问题。目前监察院已经针对崩塌事件立案调查，检方把分案展开侦办。另外，县府要求建商必须要负责所有检测鉴定的费用。保障民众权益。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路因过是马伫咧走的，不过即马是车伫咧走，叫做车路。伫台南的林德区呢，11日有看到3只马伫咧路里乱扫，警方是赶到现场时阵，这个主人也来到位，加在是无意外发生，也呼吁讲着要好好管理，若阵发生意外，赶快爱食罪。画面内底这3只马伫桥顶咧散步。去有民众翕落来，这个民众一路驶慢慢啊，对伫马后壁都惊甲弄着，而且嘛有通报警方去现场处理。本分局员警到达现场时，这3匹马的饲主也已经在现场。我们立即做交通管制，并且协助饲主将马匹带回。当地里长讲，这个马的主人有饲4只马，是有合法登记私人咧饲的。不过11日早起，因为主人伫整理环境，无注意到大门无关起来。其中的3只全咧走出去，加上因的员工甲路人的民众对马的惯势无啥了解，愈入煞是走愈远，影响到交通安全，是感觉真实的。他们前面的这个大门没有关住，即使是员工不熟这个马的习性否则的话它是很正常。饲主觉得这件事情影响到大家，也很抱歉。加在这的马无行对向去，无发生交通事故。警方表示，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84条的规定，饲动物牵伫路面咧行，或者是无注意互动物走出去，那因为以上的情形妨害交通，会处300块以上600块以下罚款。呼吁有饲动物的主人都要尽管理的责任，避免发生交通事故甲危险。记者综合报道。屏东邦寮的新隆社区是两打石斑的产地，这几年渔村转型，成真侪少年人回来，而且这个新隆社区也得到这农委会金牌农村的肯定。民众手举准备咧和彩球拼输赢，
不过这地点竟然是伫咧鼻仔内底。屏东枋寮的新隆社区是永续祖国故乡，这几冬因嘛加入农村再生计划，推动渔村的转型。透过社区的产业营运，还有长辈的一些资金的协助，让我们自己购买了这一块场域。那后续透过政府的协助来整修，协助整个屏东县产业的行销推广，还有这也是变成了一个老幼共学的一个学习的场所。新隆社区也推出充满渔村特色的旅游行程，也开发出侪鱼仔做的食品、美容产品等等，也搁同齐出钱来打造产销中心，兼顾着在地产业的多元经营，也可以当做社区长辈和回乡青年的活动中心。新隆社区是金牌社区，金牌哦，所以呢，金牌就在屏东，我们会有继续往前冲。新隆社区并转型，佮连续得到农委会金牌农村的奖项肯定。新隆社区要继续推动产业的永续经营和特色观光，也佮吸引到愈侪青年回乡来创业，让老渔村佮再充满活力。记者综合报道。台南麻豆的中亚国际艺术村最近有一个以糖为主的展览，邀请台湾、日本的技术团队用糖甲水做材料，结合科技，展现府城建成400年来的内海文化卡架。用糖晶结起来的一只船，看起来真奇卡，配合银幕顶头的海影的影像，看起来袂输一只帆船，真正驶入来到岛风内海。这是麻豆中亚国际艺术村的糖甲水时间堆积展览，规个展场的作品拢是用糖甲水做起来的。对台南来讲，糖跟水就是滋养我们人民土地的两个很重要的元素，所以他们就用这样的元素，透过他们的技法，然后不同的呈现方式，然后跟大家讲，在台南，尤其在麻豆这一段，就是有产糖的土地，然后跟水的关系。台历艺术团队用糖甲水结合科技，展现府城这400年来的演变。除了动态的影像，阁有这一幅一幅的图，斟酌甲看，这个作品嘛是用糖落去创作，记录水流过的分量。尾手阁加一道绘色的听书，让规幅图有深色也有浅色。网版印刷上面的内容其实也是用糖当做主要素材，那用的技法是以前的一个日本的技法，叫做阿布里达西。那阿布里达西其实是用来传递一种秘密讯息的手法，那也是用糖，然后经过加热方式，它才会显影的一种技法。府城台南是台湾糖业文化发展的重要基地，糖甲水时间堆积展览，透过艺术家的手路，让民众伫艺术体验当中认识府城的人文历史。活动会展出到8月初6。记者综合报道。伫婚林西里东市场有一间竹仔工艺工作坊，头家会带游客体验破竹仔编竹篮，也搁伫咧社区大学传承竹工艺，咱做伙来看卖。甲竹仔破开，才搁甲挂做一条一条的竹篾啊。婚林西里东市场内底有一间店专门咧做竹工艺品。头家杨成辉甲陈淑慧这对翁仔某，拢对竹仔有兴趣，一直咧推广竹仔文化。这是我的兴趣，我的休闲，对我就会过来这边，好，然后做我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批竹子、编篮子。早期在30几岁开始就对这个竹子非常有兴趣，断断续续的就一直在学。杨成辉表示，伫西里埔心这带几十年前，嘛是竹工艺发展的重要地区，也捌外销欧美甲日本。后来因为时代改变，才豆豆啊落座。所以，翁仔某2个人11年前进驻东市场了后，就注心推广西里竹工艺。若做社区内底，或者是有游客想要学，因翁仔某2个人拢愿意教。希望透过因的热情，互更较侪人了解竹工艺的水，把这项传统文化推广出去。记者综合报道。旧历4月23是新明伊伫亚公的圣诞，是家己落草1年1度，这外台戏车病的所在。标方讲，即届布袋戏甲歌戏加起来有超过1200坪，连续3天要来甲伊伫亚公接受。
一边接一边的野台戏，为嘉义县道167线到第37线的上车路口开始，有歌戏嘛有布袋戏，超过10遍的野台戏，拢是要来替当地信用中心的遗珠爷公来接收。来甲球有台成，来甲搭车的，拢自愿的就对啦，要自愿来搭车的啦。有的30遍、40遍，你嘛拢有。蛮多人在答谢的，对啊，每年都是那么多。起自1970年的嘉义县鹿草乡遗珠爷公庙，每当只要到旧历4月23天，来自各地信众拢会请人来搬戏，予神明看。但是因为庙埕无大，佮加上伫县道边啊，所以戏棚搭伫车路顶悬，才会出现百外公车拢咧搬戏的特殊画面。摆天堂摆到尾个遐，今年佮摆到对高铁卡遐去。我个布袋好像2倍啦。没有看过这么多的歌仔戏粉啊，一次没有看过，我都是想说再看看这样子啊。袂方讲，过去伫遮演出的戏棚大约拢有300-400遍左右，因为疫情解封，互进前一寡无机会搭车的信众，拢趁即个机会来搭车，所以才互今年有12遍的戏棚来遮搬，超过英国纪录。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台南7个唯一的白河镇所带头的，就是白河仙师甲白河童子。这项传统已经定入做台南市定的传统表演艺术。当地庙方也有和这个国小合作，规划成立这个白河镇的文物馆，伫今仔日开馆挂牌了。顶头围庙的正门入内，学生发菜了后，准备拍箍做结界，这嘛向定外人袂使入内，因为因准备要伫咧内底摆阵。学生对单套到生死队，应甲所有全部展现出来。这是台南7股区树南国小的校定课程，学校为文化传承尽一份心，除了互学生做小白河镇，还佮甲庙方斗阵筹备设白河镇文物馆，伫12正式揭牌。第一个就是为了白河镇不要让它消失。然后就是让越来越多人进入白河镇的练舞队。这个历程里面，他对自己的家乡其实是更了解，然后他更重要就是一个文化的传承，可能在这个课程里面是可以把它展现出来的。本安乡大天府的白河镇成立96档，是西港乡特色的舞镇之一。伫2007，互人登录正做文化传统表演艺术的资产。树南国小进前就捌伫咧线顶举办白河镇的文物展，即届因将庙内无用到的空间，用来展示白河镇的兵器设备、古早链球啊、甲家子红啊等文物。99岁白河镇国宝大师何国昭，因五万文化会使代代传。西港啊，挂乡啊，阮台湾独一无二的白河镇。会当来发扬国势，一寡古物啦，啊，佮白河镇哦，会保存啊，咧有一个保障。因为大家看电头，拢敢来看尔，无实际了解背后的内涵。即摆成立白河镇文物馆，庙方表示未来开放参观，希望加做当地兼顾教育甲文化的好景点。记者李新武台南采访报道。香港真诶人真济，当地即个大楼若准备起要翻新，拢需要搭这竹架营架，也算是香港诶特色。这搭架诶师傅也希望讲，即款诶传统工艺，正做香港诶文化遗产，会当继续传承落去。一卡钉伫厝架顶悬，另外一卡拄伫厝架，建筑工人拍伫3-4层楼悬的厝架，固定竹架做的厝架填布条，有时喊来喊去，互人看甲心惊惊。这是香港入去整修大楼时阵，会用传统的竹架厝架，也是全球之纯真罕见用竹架厝架都市之一。棚架咧，其實喺香港好適合一啲狹窄嘅位置，同埋一啲高樓大廈，唔同分野好大嘅位置。棚架任何地方我哋都可以搭建。竹厝架的历史延续到几世纪以前，迄时阵中国甲亚洲其他国家拢真流行用竹啊起厝架。不过时代演变，加上建筑楼层愈起愈悬，真济国家甲都市已经慢慢放弃用竹啊，改用钢铁或者是阿鲁米这原料。不过伫香港地下人济，甲生活物价真悬的影响之下，竹啊方便运输，成本只需要减少无到1/10，起个效率真紧的特色，拢互这种厝架材料真受香港建商的欢迎。不过要起这种传统的厝架也要有功夫，要透过系统学习，才能学到技巧。砸裂嗰度咯，就嗰啲唔順手啦，一開頭會，同埋你
啲竹咧可能會攞唔緊啊，會跌竹嗰啲咯。我哋一隻腳係穩固住勾住喺個棚度，另一隻腳係支撐住揾個平衡點。即係所以我隻右腳咧要揾到我撐到個人平衡嗰一點咯。譬如如果我隻右腳擺咗喺後邊咧，咁個人咪會跌咯。這項傳統手藝也是真趣味，而且有挑戰性嘅工藝。在香港這種環境特殊嘅都市當中，永遠未消失。也渴望用這做香港嘅文化遺產來保護傳承。公視新聞陳志東報道。AI 人工智慧應用是愈來愈多，也愈來愈多技術創作是使用這個 AI。對新媒體技術工作者，這個技術家認為講 AI 發展和技術創作有更加濟可能性。不過，也有人在咧質疑講，這 AI 創作敢有算是藝術品呢？流動的影像，佮配合音樂，呈現出特別佮神秘的效果。新媒體藝術家艾納多爾伊創作的靈感，攏是來自公開大量的圖庫，佮再配合生成式人工智慧 AI 完成這款作品。藝術界即馬攏在咧討論 AI 的作品，敢會當算藝術？艾納多爾強調，伊的圖甲 AI 形成的無共款，伊是用 AI 做工具，作品也是有伊個人的意識。I always heard this concerns about like is it like human art? Is it AI art? Digital art? I think this is a very common problem for anyone pushing the boundaries of imagination, anyone pushing for breakthroughs and pioneership with these new tools. 因為數位畫圖加工，波爾多出現麵包火車，後西博物館的魚掛在咧外口，這渡船也當飼海鵪。明白的牌仔在咧落嘅四季組，地鐵站內面也個出現混淆飛車。Yeah, things also, social networks are a bit like a garden. You have to water them every day. You have to make sure there's always content showing up so that people who follow you stay interested and inspired, and that you make a buzz. 用傳統畫圖工具的藝術家認為，應該制定一讓讓人辨識的清楚的界線，讓大家個看到藝術家的原創性。公視新聞張淑芬報道。明仔天氣是好也是歹，做伙來看預報您就知。吉蘭到新竹對24度到30度，苗栗到雲林對25度到32度，嘉義到屏東對25度到31度，宜蘭花蓮台東對24度到30度。平湖金門馬祖對24度到31度。新聞最後，感謝各位觀眾朋友收看今日AM新聞，我是嘉豪，明仔暗時7點咱再相會。